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下礼拜要过年了，阿舅妹都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哇，大家春台前发大财哦！大家伫好过年呀，按闹热，大家全部爱起中乡下嘅时间，到到年末乡下来食东西啊，也系讲爱送点路本呀，亲戚朋友、好朋友也得。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呀过年嘅时间，听说爱食到嘅系乜嘅？鹹豬肉、煙蟲啊，所以阿 Q 妹嘅特別就講係豬肉店小公主，唔過也係我爸爸退休嘅，古時候我冇辦法當家食到也好食嘅豬肉啊、煙蟲啊、料理啊的。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吼，當對新竹也竹東市場來嘅也兩字愛同大家來分享羊肉卡嘅家務卡嘅肉類哦。好，先來分享呀，媽媽傅春平分享。大家好，欢迎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好，接下来黑吉讲给我也语文分享。大家好，我是徐宇文，那我是跟妈妈一起经营店铺的人，这样子，对，一起做工作。哇呀，妈妈同我也两字儿全部就上到东奖，谢谢。皮肤又懂好。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我邀請你來到節目當中，一開始就來同大家分享一下鹹豬肉嘅部分。鹹豬肉其實係呀過年過節，大家就當好食咧，一定舒服樣嘅，對不對？最受歡迎的料理，對，係嗎？鹹豬肉還有香腸，還有這些都是很受歡迎的。對，香港也有卡嘅鹹豬肉嘅調味全部係自家做嘅，自家皮嘅，皮嘅那條東西。黑胡椒，還有一些糖、鹽還有一些香料，肉桂粉、甘草這樣子也有，哇，都有。因為當然你食鹹豬肉就會講太細鹹，可能呀他當時愛食凍飯呢，可能就會食東西蹦酒啊，有點下酒菜的感覺，所以其實已經。某按它是按鹹的東西，我說你要不可以鹹豬肉，這個鹹度是有調整的。對，我們有調整過、改過的。對，所以冇按稀罕呐。它鹹嘅口味。對。韓國食起來嘅皮啊，還會 Q 嘅感覺。這是本身這是土黑豬它特有的一種那個口感。對。當好食，古時候也味道好甜，又唔會死鹹。韓國食起來嘅口感嘛，又唔會太硬，又嘟好，嘅皮又有嗰種口感嘅感覺。對，黑土豬皮比較厚一些，對，所以會 Q 嘅感覺，很好吃哎。這個算係你們家招牌特色咯。是我們的招牌五花，然後我們都挑比較漂亮的，就是均勻的肥瘦比例下去醃製的。對，因為有時食到那個鹹豬肉嘅皮太多，就有一點可怕。對，就是要均勻調配。對，太肥。古時候也3層全部就有透過就超。有特別挑過的。而且唔但搶有3層這個部位的鹹豬肉，因為其實當你什麼人啊，有的人他唔敢食皮豬肉。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對，還有另外一個夾心全瘦的，哦，全瘦的，對，對，也不帶皮就全瘦，整大塊，對，今天沒有帶到來這樣，哦，對，嗰時有2種部位的選擇，一種係3層，對啊，一種就是夾心，夾心，對，夾心肉，按車我們做得拿來做鹹豬肉，可以，唔會特色，不會，用梅花。梅花就是夾心條都很軟，都很好吃。對，古時候 TP 做呀部位是本大家有很卡多嘅選擇。對，對，啊，一般來講，大部分乜嘅年齡層會買3層肉，乜嘅年齡層會買夾心條嘅。龍音家比較喜歡吃五花肉3層，對，小姐大部分都喜歡吃全瘦的。都買瘦的比較多。原來係安呢。古時候其實像這樣子，咩做得本韓卡多消費者食到，佢下度適合嘅口味、適合嘅感覺，對不對？古時候其實從呀鹹豬肉做嘅方法，大件做到都冇共用，用嘅香料、皮料咩冇共用。剛才有講到人家嘅調味，已經有自己選過了，給製作嘅過程咯，做的過程跟手法。
其实一般来说哈，含猪牛就是把毛夹干净、弄干净、努强哈，就是腌料之后，每天跟它马杀鸡按摩，要每天对，每天都要按摩。对，均匀搓揉，按到那个汁都整个吸进去，饱满。哎呀，差不多要5天到1个礼拜。要5日到1礼拜，你当然就会劳给按摩、马杀鸡。功夫就在这里。而且这个只能手工吧？手工，对，纯手工。古手你压一车每天抽都抹汗，都抹汗，每天都在按摩。按摩，对，要帮他们按摩马杀鸡这样子。对，古手要按摩就会帮你入味。对。做含猪肉，好食嘅青葱嘅对，一个步骤。刚刚有讲到，其实呀，猪肉食起来嘅口感特别冇共样，呀，萝卜嘅皮特别 Q， 这是因为猪肉嘅品种嘅关系。对，不一样。这个叫做土黑猪。土黑猪同黑毛猪不一样，对，一般这种土黑猪哈，一般我们客家人养的话要养1年多。跟一般的肉猪呢？肉猪大概8个月，不一样，它养的时间久，然后它的皮厚，它的生长比较慢，对，这种可以用时间去换取，对。雅布卡给不管是生鲜的肉品还是加工的牛类，全部都是用这个土黑猪，对。这么干雅就上爱用安用的特别的猪肉。土黑猪哈，是你客家人哈，他比较喜欢吃的因为我们客家人哈，以前早期的客家人养猪就是用厨余去养。对，慢慢养这个猪呢，它是吃厨余，吃一些这样子的话，它的肉质比较好。对，它没有生长激素它慢慢长大这样子，它口感比较好，各方面的话都吃起来的，它的那个色泽、颜色，还有它的那个肥瘦比例都比较好。很笃厚就是。对，较笃厚些。不过呀，食起来嘅米丝呀，有的猪肉会有些些的粗手嘅味道。那个白猪比较会粗手，这种黑土猪比较不会，对，不会，对。原来是安呢。不过我知道妈妈你对呀猪肉一种了解很多因为像我自家就讲迄猪肉店小公主其实我阿公的时节，我爸爸很细的时节，我母卡没有学猪不过我出生的时间，我就晒离开肉屋，我就冇啲肉屋待嘅。故说我对猪味其实没有这么熟悉。这么跟妈妈，你会对猪味也得有爱了解？因为我先生我公公就是他们就是住在乡下嘛哈，这个就是家里有猪了，对，有养猪，对，公公就是对养猪这一块他很专业，从小猪一直养到长大变肉猪这样子。哈后就没有再继续养了。因为政府之后就是头前溪整个它就是环保，没有再继续养了这样子。而且它后面有那个屠宰场。对，就是现在第二圈不都是电宰了啦？对，都电宰了，比较各方面的话，就比较小型的养猪场它都没有了，就是变成是中型的这样子，全部都是从单一的地方出来，对，比较说有规模的养猪了，没错。其实台湾的猪肉真的都好，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所以前一波那个非洲猪瘟真的很好，我们有守住，我们要感谢政府啦。对，这个把关得很好。我们台湾算是唯一没有受到这种感染的地区，非常好。古时候真的，你台湾的猪肉，自己要好好来支持一下，对不对？支持，对。然后其实头摆大家就会吃到，猪肉店出同到无影比来比去。但是其实现在，像黑妈妈同余文呀，都给店全部没空用了，都是不一样，做了一些改造。对，做了很多的改造，对，比如说冷冻台。冷冻台304气冷式的，对，
气冷式的意思就是开放式，但是它有点半罩子。哦，对，所以有点像蛋糕店前面那种。对。有弧形的这样子，然后它有玻璃罩，有玻璃罩，客人可以看得到。对对对，然后底下都304实用级的不锈钢，对，这样不会有飞蝇类，都不会有苍蝇之类都不会。我们店里也不会有任何猪肉味道，对，不会有那个骚味啊，或是那个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味道都不会。而且温度全部就控制都在16度以下，16度以下，对，这样才不会生菌数一直翻倍在涨。对，因为其实很可能你想看哪哦，一般人哋猪肉店嘅猪肉摆出来，冰到no boy，可能呀有时节很热天，有时节很冷天，一冰就冰的可能3、4点钟至少吧。对，至少整个对，而且从去屠宰场拿出来到这样子卖，卖到中午，其实不用多久哎。对。那个生菌数是很高的，对，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一块卫生啦，对，本泰家有一个新的形态的消费，因为可能泰家头白给消费习惯是应该大周6点就去市场买了，那个就还好，对，不过现在没有办法，对，很难这么早起床，对，现在妈妈已经要上班，上班族妈妈居多，对。故上你看到 selfie 嘅方式改變，也點咩經營嘅方式沒有來改變哦，還有很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過年聽說愛食嘅鹹豬肉啊、煙囱也到，家天台已經有識到也語文同媽媽去家調皮啊披風哦做出來，當好食，韓國也甚至鋪位全部就有凸顯過嘅安樣嘅鹹豬肉，也下我來同大家來分享煙囱嘅哦，呀煙囱。我講煙囱更開了係講蚬蔥，有點難的蚬蔥。對，那這個蚬蔥還是用高粱酒做的。哎，高粱對，有金門58%高粱，58%高粱，對，哇，吃看看，韓國呀，看起來，因為是呀煙囱清講就係講價嘅那個肥瘦比例很皮。一秒下去那個很可怕。對，我們8:2，8:2，對，還有這個規定好的比例。對，阿英卡唔會配，8:2的肥瘦比例，8的瘦，2分肥，對。那你決定要8:2的？我決定的，因為我不敢吃太肥的。好好吃哦！好吃嗎？有家裡的味道，有家裡的味道。因為我爸爸頭擺妹不會做煙囱，我覺得自己家裡做的真的跟外面加很多香料的不一樣。不一樣，肥瘦也是重點。你試試看口感，那個肉它會有吃得到肉，然後有那個肉的肉香，有肉汁。你懂得呀？哈蘿蔔有想時間是都給煙囱，就是你知道脆脆的，不知道在吃什麼，對，就沒有吃到肉的感覺，沒有那個肉那種肉絲的口感，完全吃不到。不是說你要不搞個煙囱，真的沒有真的吃得到肉的肉類的加工品。哎，對呀，它真的其實都 no boy 啊，你黑狗摩托狗很難去吃到這樣子的，好吃的煙囱。韓國呀，就咪有一些嘞，有沒有提味的感覺？不過又唔會太多，對。但是其實Vito 它附太個某 Q 用嘅 Q 米，可能這個高粱味比較大人的感覺，沒有其他懂得種 Q 米。我們請語文跟大家推薦一下你自己很喜歡的口味。有，我最喜歡的是那個辣味香腸，因為它辣其實是有一點看得到辣椒的，可以，對，可以看到辣椒，然後有點韓式的感覺。哦，對，我覺得有點韓式的感覺，對，就是直接有點小嗆辣一點點，對，有辣，吃起來，它的辣椒是真的是像韓式辣椒粉的那個辣椒的味道，對，因為我們是用辣椒粉下去做的，好好吃哦。這裡有，對，而且裡面是看得到辣椒籽的，是真材實料給辣椒味落去做嘅，對，新鮮的辣椒粉。哎呀，Q 米還蠻影響嘅。
也是我想的。我妈妈好厉害哦！妈妈自己试吃很多，很好吃哎。它这个辣到后面，它的辣味还在，就是不会只有一点点油的，又辣，完全没有辣的感觉。对。然后这个是有香辣味，对，香气的辣，感觉这个辣椒还有一点点辣的韵味存在。对，辣椒味有透过哦，有。这是用什么辣椒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它研磨过的辣椒粉去做的，很好吃，不是进口的，绝对不要去进口的那种辣椒。这台湾的辣椒，其实这种就是那种牛角椒这种尖的那种辣椒去研磨粉去弄的，它的椒的香气还蛮重的，对，好吃哦，很多年轻人喜欢，对，年轻人喜欢，对，都会烤肉，对，烤肉啦，烤肉很适合吃，不止过年。朋友嘅时间没做的事，对，中秋节过年的时间忙到非常多的人订。佢做的呀，高粱酒嘅，还有烂米嘅，还有其他嘅叫咩？黑胡椒，还有蒜味，对，蒜味我都新鲜的蒜直接去给它就是对，就一起和进去这样子。所以有蒜味、黑胡椒、高粱原味原味，对，5种口味，哇，对。不是说，其实你看，真嘅爱本消费者不一样的选择，大家就会都得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不是说你看年节爱到诶，到那边大家可能呀，就会开始攀年貨呀的，攀年貨嘅時節啊，有可能就會買到當到豬肉類嘅加工品，不過可能呀豬肉類嘅加工品當然可能咩唔會燙，唔會蝕，呀安全係輕重要嘅事情。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呀，廣西農民啦就愛請媽媽同大家來分享應用嘅來燙加工嘅豬肉東西。最重要就是說。要比較熟悉的豬肉攤，然後一定要新鮮的啦。加工的話，像我們家的香腸我們都是我都是選當天新鮮的豬肉當天的肉去做的。沒有說有些豬肉攤它就是可能是存了很多的好幾天的肉，它一起對，我是都不用，我就是一定選用當天新鮮的肉，直接去做香腸，去做鹹豬肉，一定要選用當天的。故說連那種加工跟用也都是用當天新鮮的，對，這個肉對。那個肉才會有那個有彈性，那個肉質才會好。宇文有要補充嗎？就是我們都會就是用真空包裝下去包，因為這樣的話可以避免掉很多像在市場的時候會有蒼蠅啊什麼的，比較空氣的污染，所以我覺得包裝的方式也是顧客消費者可以去考慮到的。對，除了透過這個信任的店家要包裝這東西，很多甚至給當購有沒有標示清楚啊，也全部就當從業哦。對，故說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唔過好，今日算係邀請到豬肉專家來到節目當中，我算是半個豬肉專家，一般聽聽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吼，豬肉其實有當多種部位，非常多個部位，所以我們會拿豬肉來做當多種不同的料理，比如講像煮火鍋好了，煮火鍋。哇，我先講我嘅好，不一定是對的哦。我先說我平常的做法，因為像我平常是上班，故說我可能沒會去就是超級市場買肉，那超級市場其實都標示很清楚，這個是什麼，大概鋪位嘅肉啊，你就得做選擇。可能我在吃火鍋的時候，因為我好好食有一些的油法嘅，故說我會選梅花肉。以及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瘦的時候，可能會偷一下那個三層肉五花肉，我會選五花肉跟梅花肉。我講下東南，等一下，三層肉就是五花肉，然後梅花肉就是夾心條啦，好難哦。對，跟我愛用公油蔥冇？炒，火鍋可以這樣子做，可以，火鍋可以用梅花，
做得用夹心条，没做得用有瘦肉、夹心肉都可以，都做得，都做得。哦，我说夹心条、夹心肉，加三层做得吗？3层都可以。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图好了。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梅花肉，夹心条。华语讲梅花肉，夹心条，下杯就係夾心。夾心，韓國呀五花肉就係3層，很奇怪，那國語要講五花，韓國客家話又會講3層。對，好呀，3層用藥，這3個部位都可以拿來做火鍋。他講有的人會拿來像我另外一個很常做的就是燉肉，不管是馬鈴薯燉肉，也係講做咖喱。控肉，控肉聽說用3層，對啊，不過我有時候會做像是馬鈴薯燉肉，或者是像是那個煮咖喱，按用運動久嘅時間。其實這個時候我自己的選擇還係用夾心條，我還是用梅花肉。這個是可以的嗎？可以做的，也是很好吃，也是可以用夾心條。夾心條，對。那媽媽有沒有其他的建議？像按用做的愛穩啊，愛薄的啊，可以用什麼其他部位的肉？不孔用一般梅花肉，3層肉其實都可以，對，夾心都可以，夾心也可以，對對。夾心唔會太澀，不會。不會，你刮皮也不會。煮久還係會軟。大里雞都講大部分是炸豬排、肉絲，那個每一條腰內肉的話，大里雞也講肉絲，對不對？肉絲，炸豬排啊，切肉絲，都可以。烤肉的肉片，肉排、肉片類的就會用肉絲，對。下杯腰內肉，我都每一條，對，每一條。一般我們就是拿來，就是煮咖喱啊，或者小朋友煮一些肉散湯。對啊，腰內肉特別貴。Hino boy 去生那個豬排飯的時候，炸小里脊豬排就是腰內肉。腰內肉，輕貴耶哦。對，原來就是每一條。每一條那個是最好的肉，對，是豬裡面最好最軟的肉。Hell boy， hell 用來就知道會不會太瘦了。後腿大部分後腿大部分就是一般來說的話就是切牛細肉絲炒肉絲，對蹄膀的話就是燉鳳肉，是鳳肉，就是腿褲啦，對，過年過節一定要吃的，愛食嘅愛溫順乾，對，相當嘅黑藍水都會流出來啊！青好食豬肉，我們今天好像在幫大家複習那個豬肉部位的客家話，我們再來講一次好了，麻煩用很多夾心條，那個夾心，韓國肉絲，肉絲四川海陸都一樣哦，對，肉絲，韓國也係每條，韓國3層，後腿，胖腿，烹腿，韓國就豬腳，對，豬腳，當神奇哦，古時候你可以新的形態方式來經營，其實也就自身的當中也可能消費者來問嘅時間啦，也就調眼用啊，就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也就知識，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其實身為豬肉店社工做嘅阿權妹，也係看到新嘅豬肉店，真係知道很佩服，因為除咗愛把店嘅個設備規個做改造以外，連人哋嘅商品也要很多樣化。除咗家下有講到嘅鹹豬肉，沒有2種鋪位，韓國也豬肉嘅煙草沒有當多種口味以外，甚至也係豬肉店還愛來做水餃，會不會太辛苦了？不會，而且聽說都是宇文這邊在負責。對，因為水餃我就比較注重它的外觀跟包法。對，因為包法就是一般人是壓金元寶一次壓成，對，但是那個形狀我自己覺得不夠漂亮，所以我把它改成就是比較有點鈴鐺型的比較
小一点，比较精致的感觉。给按钮会包它久吗？对，会比较久。也要包比较久，你知道水饺就是谁来一盒就都得生的那个东西。对，但是我要看起来比较干净。好漂亮哦！对，所以每一颗你都是自己？对，我自己包的，每一颗。那个比较不会露馅，我觉得可以在电视上，应该还没结婚哈，还没对。我实在是觉得呀，Simon 也真的是想到有点影响，然后你看又懂又吹法，欢迎大家来福气来的洽询，要来共 sale， 真的很厉害。因为像俺包给水饺，虽然我每次都说我自己是小厨娘，公俺包给水饺就很丑，这真的要练过，对，这要练过，而且真的很仔细 ，Vito 七嘎给东西，然后自己为了它的形状，七嘎自己去摸索，去选择你喜欢的形状来做。对，然后它这样煮起来比较不会爆开，因为有时候水饺皮，因为我们皮薄，容易爆开，对，所以这样比较不会散掉。而且水饺的肉里面肥瘦比例也是很重要，对，也是8:2的，也一样是8:2，对，我们家都是8:2，就黑油全部就哈 sale， 有一点点。润滑的感觉，就口感就好了。现在的人比较讲究健康啦，没错，健康啊，莫调配，现在的人就是都三高，对，比较怕三高。对，UT 系像妈妈讲会健康，古时候头摆有一段时间这个油品太假就有懂得问题，对不对？心里有很多疑虑，古时候懂得你会开始来食猪油，呀妈妈没有起家来别猪油。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己炸的。以前的人哈，特别您认为讲是猪油卡不好，可是现在专家他们在讲，其实是猪油是很健康的东西，因为猪油是很天然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杂质，那像我们自己炸猪油就完全就是纯猪油去炸，不添加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细火慢慢这样子炸。对，不过像按用嘅猪油啊，一罐买做衣服看嘅，做点用嘅保水。就是表面像冰箱保存啊，这样冷藏大概也可以保存1个月。因为呀，系天然嘅，古时1张嘢那时间太高就会老起身。对。呀，去到店咪都后面做得来买猪油。对。哇，真的是很多角化经营，出体压因为刚刚送一通，我们不是有讲说那个猪油有懂得部位吗？连个后脚肉。我们刚刚讲说可以用来做肉丝，其实你们家也有提供到这个肉丝处理好的服务，有腌制好的，对，做真空包，让一些腌制好做真空包，对，让一些妈妈下班之后呢，可以很方便，不用调料，有赏识就是要腌你就会懒。对，真的不卡，而且切油啊，切它又还会不用调油啊，调味一下，很多又会不用它还不能马上炒。对，啊，黑贡有这种真空包装的肉丝，真的不卡，你就炒就都得吃假炒，不管你要直接炒肉，还是说要跟菜一起炒，全部都可以。都放片了，都放片，韩国也有钱，还有要懂想颜色给太重，太重没黑起嘎做给，对，这个是已经可以即时的嘛，对。加热就可以加热微波，微波就可以。要黑妈妈去嘎，对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自己卤的太炒，对，吃吃看，请主持人，吃看呐，好香哦，因为太重清酱有出给蜜头，这个很重要，你跟我讲的太重是完全没有做烧味的，做嘛该处理呢？大厂一般外面很多台葱他们会去加那个人工的那个漂白剂去泡，我们是完全没有，我们就是纯粹就是用地瓜粉还有这样地瓜粉还有米袋去给它搓，米袋黑吗？对，米袋就是我们装米的米。对，米袋那粗粗的，我们就给它洗好，翻面给它搓到很干净。油我们用剪刀慢慢把它剪掉。爸爸没用油，要把油剪掉。对，翻面把所有的油
就剪得强，烫过之后我们再洗啊，这个工很多，我知道，因为爸爸头发就同我讲，你去那边吼，千万不可以生你那台那个猪的大肠，因为他都觉得很脏。没有，他们都会泡那种漂白剂，对，或者加一些加工。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天然的，气嘎处理其实是很费工的。你看爸爸头发好像有用什么可乐之类的，谁啊？没用变够了，还会拿筷子去把它穿出来，然后再剪那个油。对，真的是不简单。其实我会按这么功夫这样子，除了说为了说自己家人吃的安心，也是给消费者说让。也是当妈妈的一个心呐，就是让很多人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去加工的东西。我觉得对身体好。清澈价杯，这也是建立自己品牌的一个方法。对，因为本消费者上心呀的，本消费者看到人家都给用心，这类东西车价就低耶，就可以吃出来。像是宇文呀，还没赚豆腐卡了天数，也就是在帮忙建立家里的品牌，对，做了很多改造，对，做了很多改造，对，沟通。比总共有那的，从包装店面其实都有，对，都有，一直在跟家里人讨论，有吵架吗？没有吵架。他研究所是念行销的，他就回来帮家里，就一直在边读书，然后边在家里一直帮忙做这样子。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写这个，对我写传统市场，对，好棒哦！因为像人家他看到的商品是点美的，对，就是他余文自己设计的，他自己设计的，对，就是我想要就是工业文青风，对。然后还有配上一些可能看不到干燥花，前面还有一些干燥花的部分，就是想要最早的改造，后来陆陆续续都还有，对，还有改造。对，你看了一个时就想说，我这是来到什么百货公司？很多人以为我们卖甜点吗？有卖蛋糕吗？对，有很多以为是蛋糕店，对，然后其实是猪肉店。对，我就想做一个冲突的效果，比较不一样，不会觉得它就是猪肉店。对，那银行来都给反应，有可能黑头白老客户，有没有看到新店面，想说来进来看一下，给他都给反应，黑嘛改？其实还有抖音进来打卡啊，变完美景点是不是？他们打卡，然后呢，他们过来参观一下，对，我们也都很欢迎他们。对，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比较少，对，我们也希望推广出去，让这个猪肉店哈。就是颠覆传统，跳脱传统。对。古时候也还是地主董事长的店面有，然后新的店面也有，店面就是宇文在负责。对。古时候台美黑地主董事长跟店面的位置可以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吗？大概是在竹东靠近重划区那边。对，就算是长春路，因为我们竹东镇上就是一条长春路，就长春路的头，对，大概是那个位置，还蛮明显。竹东乡亲应该都大概知道在哪里了哦。不过黑姆迪给发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找到？有 Google Map， Google Map 打一品鲜肉铺就找得到我们。对，韩国其实主题刚好有更多按都给各边因为像是包装也是有特别设计过的。对，包装我目前呈现的感觉就比较算是比较复古一点、淳朴一点的感觉，所以我大部分的 logo 颜色我都是用牛皮纸的颜色，对，就比较单纯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比较简单。那我们之后还是我在规划，就是做那个保冷袋的部分。对，真的是像蛋糕店呢。对，就保冷袋，这样你们买回去就那个就当会员的一个认证了，所以我就不做会员卡。哇，对，就是那个袋子也比较环保。就是第一个环保，还有当伴手礼。对，对。然后保鲜也会提升。哇，很棒。妈妈，你有吃到呀哈？每个转豆腐卡，尤其转来做按用传统市场传统的条路，其实。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有点困难，尤其很像亚猫也刚刚有讲到，说是研究所已经读到研究所毕业了，转豆腐卡走呀，你可以干不干会吗？干？我那感觉是说他有这个心，年轻人有心，我们当父母亲的就
支持啦，全力支持啦。有很高兴女儿有回到很家里，高兴，对，他们愿意继续当摊二代，继续帮我们传承下去，是很高兴，动放喜啦，真的，对，希望，对，至少说啊，他有看到我们的辛苦，愿意再传承下去。没错，其实也真紧迄种辛苦嘅投入，不说看得到佢到嘅用心，看到佢到嘅善良，他也要多多支持哦。什么妈妈，很高兴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